好啦，又係試集揾靚馬，沿途方便大家容易啲揾到嘅。咁啊，好少嘅，唔多嘅，希望大家就用啲心機去揀選，睇下有冇運行啦。咁啊，頭場咧得一隻嘅啫，4號天火同心排咗一檔啊。第二場長途2200米，1號綠色巨人、7號符好同埋8號客家之光嘅。咁啊，第三場咧都係得一隻嘅啫，就隻標誌10號。到第四場啦，第四場有兩隻，1號撼天鐵翼同埋5號勇威神驅嘅。第五場係冇嘅，第六場都係一隻8號自有心得。第七場呢就兩隻，1號決一劍同埋2號呢個心裏有數。到第八場啦，第八場有一隻嘅都係2粒星嘅連貫星嘅7號。第九場都係一隻立百川。咁啊，呢啲呢就係呢個禮拜三呢試就有走勢嘅馬，大家用啲腦筋去研究一下，睇下有冇參考價值啦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大家訂閱、點讚同分享嘅，希望大家禮拜三贏多啲，開心啲，快樂賽馬，拜拜。